賽完預備，聽倒數按聲起步。呢個係2025 Mini C 級 1PMMS 闊陣 D Main Final。10、9、8、7、6。都唔係一響就計嘅。唔該晒阿 B。走啊，走！咁啊，因為8分鐘 final 嘅，啱啱進行咗半分鐘，暫時名次係 Alan、Anthony、希希、文叔、Joseph。咁啊，頭車 Alan 咧就應該係架黃色車。綠色車就係頭車啊！咦，而家 Anthony 頭車啊，架白色車啊，而家喺地度抽。二車就 Alan 綠色車，三車係文叔。咁啊，除咗1分15秒，暫時名次 Anthony、Alan、希希、文叔。咁啊，頭車 Anthony 係架白色車嚟嘅，而家喺直路尾，白色車紅尾翼。老大出咗一段距離，打3秒幾㗎啦。咁啊，二車係綠色車係 Alan，啱喺直路頭。咁啊，三車文叔係架橙色嘅麥拿倫，四車希希。金色白色車，咁啊賽事大概仲有1分50秒，名次係 Anthony、Alan、文叔、希希。咁啊 best lap 係有文叔啊跑過9秒337啊 ，Alan 係9秒4，希希都係9秒半。咁啊賽咗2分鐘，名次係 Anthony、Alan、文叔、希希。咁啊頭車 Anthony 而家直到頭㗎啦，白色車紅色尾翼。咁啊，應該有機會，我未仲有大半個圈開翻一車。咁啊，二車 Alan 係架綠色車，而家出直路。三車就係阿文叔，藍色嘅麥拿倫，而家喺度。咁啊，追住阿希希同阿希希爭緊3、4嘅。咁啊，賽上2分半鐘，名次係 Anthony、Alan、希希 ，Anthony、Alan、文叔、希希。咁啊頭車 Anthony 都帶得順㗎啦，而家喺直路尾，白色車紅色尾翼。咁啊兩隻彎嘅距離，後邊就係 Alan 綠色車。咁啊再後邊就係文叔希希。咁啊賽仲有3分鐘，名次繼續係 Anthony、Alan、文叔希希。頭車係架白色車紅尾翼啊，到就麻煩有人去行先啦。二車係架綠色車。咁啊，賽咗3分20秒，名次係 Anthony、Alan 文叔。咁啊，俾 Alan 啊追緊咗少少啦，仲有一隻彎距離。而家台底就係1、2車啦，白色車紅尾翼頭車，二車就係綠色車 Alan。啊，爭0.6嘅啫。最後車尾啊，爭0.3。哎呀，中間有車反咗，小心啊！中間反咗，唔該曬邊。我啊賽咗3分46秒，名次繼續係 Anthony、Alan。咁而家頭二車啊，就快出直路啦，應該 Alan 追到 Anthony 車尾啦。有啲意外之下 ，Alan 又上咗頭車啦，而家 Anthony 二車，三車係希希啊。咁頭車綠色車嘅 Alan，而家就翻台底。咁啊三隻隻彎後邊就係阿 Anthony 白色車紅尾翼。賽事仲有4分20秒，名次係 Alan、Anthony、文叔。咁而家頭車係綠色車嘅，而家出直路。
哇！後邊阿 Anthony 都俾阿文叔追到車尾啦。而家文叔追到 Anthony 車尾啦。而家喺出直路白橙色兩架就第三車啦。哇！好緊張。咁啊，仲有賽事仲有5分鐘，仲有3分鐘，名次係 Anthony 文叔。哎呀，啱有啲意外，一左繞流，睇手下邊睇手啊！我啱有啲意外之後咧，名次又繼續係 Anthony 文叔嘅。嗱，頭車 Alan 綠色車而家係揸翻台底，二車 Anthony 白色車，紅色尾直路尾就擺喺場中間，三車就係文叔橙色嘅尾路，而家喺場中間。咁啊，頭三架車距離大概一條直路多啲咁樣啦。咁啊，賽事仲有2分零鐘，去到5分46秒啦。咁啊，頭車綠色車 Alan 而家就快出路。二車就係 Anthony 啊，而家揸翻台底，白色車紅尾翼，三車文叔橙色嘅路，而家就揸翻台底。個賽事去6分15秒左右啦，名次係 Anthony 文叔。咁啊，頭車係綠色嘅 Alan 啦，咁啊文叔車尾㗎啦。咁啊，文叔如果係到就讓佢行㗎啦。綠色車頭車嚟嘅，唔該晒，係綠色車頭車嚟嘅，到就麻煩樣啦。咁啊，二車係架白色車紅尾翼。咁啊，三車文叔係橙色車。咁啊 ，Anthony 追下又追到阿 Alan 車尾咯噃。爭一隻彎到，中間有個慢車，係啦，唔該晒都算。哎呀，啱啱有啲意外啦。咁啊，賽事到最後1分鐘啊，名次係 Anthony 文叔。咁啊，綠色車頭車嚟嘅，到就麻煩樣一樣啦。咁啊，賽事到最後40零秒啊，名次繼續係 Anthony 文叔，頭車綠色車 Alan 而家喺場中間路嘅揸把台，呢後面二車嚟嘅，到就麻煩緊嘅，唔該晒先。哇！火雞友有啲料到啊！夠爆喎！咩田嚟嘅？個人精壓啊佢啊！賽事去最後10零20秒，名次 Anthony 文叔希希招船。咁啊，頭車繼續綠色車帶緊頭嘅，咁啊大概一條直路多啲嘅距離就係二車嘅 Anthony 白色車紅色尾翼，三車就係橙色白藍嘅文叔。咁啊，差唔多衝尾圈啊，各賽員完成埋佢啦。好啦。賽事完成，恭喜晒 Alan Anthony 文叔。